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500年来，全世界上畅销的圣经是天顶真神所默示的圣经，要教训人、督责人，互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人的生命大有益处。要教导读圣经的人呢，追求完美，做一个完全人，避免行各样的善事，并且互相信耶稣或者基督徒呢，有得救进天国，享受永生福乐的地位。今日教会基本信仰呢，本乎的圣经提出10大信条，加做今日所教会重要的教义，提供着信徒查考学习，借着真理的圣灵引导，互咱会当有正确进入天国的真正的门路。教义是信仰基础，今日所教会基本信仰就是圣经内面重要的教义。既然诚心追求真理的基督徒呢，你当清楚来明白，共同相信并且遵行，进一步来本会查考永生的真理，互咱呢做伙牵着手，行这条天国正路，将来呢做伙当得到公义的奖赏，荣耀天顶独一的真神。今日节目呢，伫活命的食面这单元内底呢，喜心要奉主耶稣的性命，甲咱做伙来根据着圣经真神的话来探讨分享主题是今日所教的基本信仰10大信条第8条，信安息日。信安息日第8条的内容是信安息日星期六做真神祝福的圣日，但爱伫恩典之下纪念创造甲救赎之恩，并且望来世永远安息，来遵守。第一段，咱先来谈安息日星期六是真神祝福之日。旧圣经一开始呢，创世纪第1章第1节，咧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用了6日的功夫，甲天顶的星体、陆地以及海洋的鱼水族、动物、植物甲人类拢做好啊。所以第2章第1节到第3节、第4节，就咧讲天地万物拢做者啊。到了第7日，真神造物的工拢已经完毕啊。就是第7日休了伊一切的创造的工就安息啦。对于顶面咱的记载，咱就会确定知影，真神命定第7日做安息圣日是10条诫命当中上早的诫命，是真神祝福的日子。伫出埃及记20章第8节到11节，内面记载，当纪念安息日修做圣日，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真神创造天地海甲中间万物，第7日并安息，所以耶和华真神祝福，互安息日定做圣日。总是伫这共一章的第9节、第10节严格规定，6日爱努力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甲你的后生查某囝、仆婢、前生，并你城内面架脚的人客，无论是啥物工，拢毋通做。为什么第4条的诫命有这样的限制呢？乃是安息日是分别为圣的日子，真神特别重视，也特别赏赐恩典。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呢，伫旷野路上，真神为着200万的人类避免了天顶的牛神。就像野地有亲像白霜的小圆面，毋知啥物名称啦，所以用希伯来语讲这是啥物，来发音，就是玛纳。平日呢，透早出去收玛纳，若是收济，留到第2天透早就会生虫发臭。但是奇妙对第6日却可以收2分分量，放到安息日透早也未生虫变臭，而且平日透早可以收到这个玛纳，到第7日的安息日透早却找袂到玛纳。真神就是未讲玛纳，或者以色列人会当分辨这是安息圣日，是神所祝福日子。这纪念安息日呢，修做圣日，就是遵守第4诫的诫命。既然守这诫命的人，得较望着真神祝福。以赛亚书第58章13节、14节的记载讲：你若是安息日调转你的骹步，伫我的圣日无以操作做喜乐，称安息日做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真神的圣日做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子，无办家己的私事，
无随着家己的需要，无讲家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真神做快乐。耶和华真神要互你升家伫第一关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拥有你。这是耶和华真神亲嘴讲的。56章的第20节讲，谨守安息日无干犯，禁止家己的手无作恶，安尼行，安尼持守的人，便是有福气的。可见呢，这个尊重安息日就是尊重真神伫甲望真神赐福。相反的呢，你若无守安息日呢，将会受灾殃。这记载伫耶利米书17章的27节内面提到着警戒，讲恁若是无听从，无以安息日做圣日，犹原伫安息日打进入耶路撒冷的门，我伫甲对国门中点火，这火也伫甲要烧毁着耶路撒冷的宫殿，袂当熄灭。所以利未先知也曾经斥责这犹太人会贵州安尼讲啦，讲恁安怎行这个恶事，犯了安息日呢？以前恁的祖敢毋是安尼行？就是甲咱的真神呢，互一切的这个灾祸呢，临到着咱，甲这做啥嘛？现在恁还阁犯安息日，互这个愤怒愈来愈临到着以色列，可见呢，这是袂当轻忽着真神的诫命啦，来谨守遵行。有人提起了安息日是哪一天？创世纪甲咱讲，神用6日的功夫，做万物，最后按着家己的形象做人。第一人就是查甫人亚当，神就是伫第7日休了伊一切工，并且赐福第7日，定做安息圣日。可见安息日就是一礼拜当中7日的第7日。所以真济人有种错觉啦，了做讲这星期一就是一礼拜的7日的第1日，其实毋是啦。星期日才是7日的第1日。所以每一遍咱现这个月历的时阵咱拜日上倒边的这个红字就是星期日，上正边的就是星期六。所以咱就足清楚知影讲，这星期日就是7日的第1日，星期六就是7日的第7日。周末、周末，搁再讲这按照着创世纪第1章的记载顺序，咱就知影讲有暗时有透早，这是第几日？因为安尼，第6日的暗时，太阳下山以后，一直到这个7日的太阳落山以前，拢是安息日时间。教会也应当伫拜五暗时，以及这个礼拜六的日时，安排聚会崇拜。上面纪念的安息日上面学习的圣经真神的道理甲训诲，互信徒伫人性上更加会当长进，道理上更加亲密明白，借着诚心祈祷，甲真神灵交，会当甲主更加亲密。第二段咱的查考就讲伫恩典之下，安怎来纪念遵守安息日。古时代犹太人伫律法之下遵守安息日，遵照摩西律法行事，按照着出埃及记20章的第9节、第10节内面所规定的，6日爱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7日呢，无论啥物工拢袂当做。像讲35章的第3节，你讲当安息日毋通伫恁一切的大所在起火。伫民数记15章32节、36节内面记载讲，一件犯诫命的代志，以色列人当中伫旷野的时阵，拄着一个人安息日捡柴，拄着伊捡柴的人就甲伊带到摩西、亚伦并会众遐。耶和华真神吩咐摩西讲总要迄个人治死，转会将爱弟亚我用石头甲伊击死。这个律法以下的处理方式。或者一般人感觉安尼伤过严厉啊，但是伫这个200万人的团体内底呢，为了执行这个律法公平服众，只会当安尼来处理着违背诫命的人。因为真神捌晓得着摩西，吩咐着以色列人讲：恁爱守安息日，以做圣日，既然干犯这日，得甲伊治死；既然伫安息日这日做工的，得甲对民众甲监督。6日爱做工，但第7日是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做圣的。既然伫安息日做工的，得甲伊治死；
变安尼，以色列人爱世世代代守安息日做永远的约，这是我甲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真神创造天地，第7日平安休所创。这是记载出来记31章14、19、17节。所以虽然第7日无论什么工拢唔好做，但安息日呢却可以办属真神的圣事。所以主要所伫世间团会的时阵面对着无理的犹太人，伊讲啦，人来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了摩西律法。我的安息日互一个人全然好恁却向我生气嘛？唔好按照外貌断定是非，总要按照公义断定是非。这记载约翰福音第7章23节、24节，又去利马太福音12章第5节。主对法利赛人讲如法顶面所记，当安息日祭司伫殿内底犯了安息日，阁是无罪，恁无读过吗？可见公义的神执法亲像山箭坚定，但却有奇妙的恩典要赐予伊的子民到目前。伫马太福音12章第1节到第8节里面记载了主要所有的代志主要所有的安息日对麦地经过伊的温度要咯，就带这个麦穗来食。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讲：看啦，你的温度做了安息日可做的代志。耶稣对因讲，经常记咧讲，大卫甲军队的人邀过的时阵所做的代志，恁敢无读过吗？伊安那进入神的殿，食了陈设饼，这饼敢毋是伊甲军队的人袂当食的吗？独独祭司才可以食。我喜爱人数，无喜爱祭数。恁若是明白这代志的意思，就无当将这个无罪当作有罪，因为人主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这段记述内底提到了大卫故事，就是拿别祭司亚希米勒伫这个大卫逃亡要的时阵，要求我的饼甲食面。祭司本来爱心就甲这经换这陈设饼呢摕互大卫甲军队的人食这敢若像无合乎规矩但确实合乎神的旨意，因为真神就是爱。这个代志记载伫撒母耳记上21章第1节到第6节，伫马太福音第2章7节到28节里面记着讲，主要所讲安息日是为了人设立的，人毋是为着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主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教导这些法利赛人讲，真神所爱就是伊所做的人类啦。所以这安息日呢是为了人设立的假使温度要高足歹忍耐时虽然想起着遵守安息日，心内也袂当安息而且安息日是天顶的真神主要所立的，因为人主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有权柄改变遵守安息日的规则啦。伫约翰福音第1章14节咧讲，主要所道成肉身带来中间，充充满满因得有真理。对主要所基督降生伫世间开始啦世界的律法时代就进入恩典时代遵守安息日甲以前的律法无共款所以主要所讲恁中间有啥物人一只羊当安息日落入坑内底恁无甲伊掠起来呢？人比羊好顶的贵重啦所以伫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这记载伫马太福音12章11节、12节。所以安息日毋若讲可以做善事，更加可以救人。所以伫马可福音第3章第3节到第5节里面，耶稣对迄个孤单举手的人讲：起来吧！徛伫中间，又问这人讲：伫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代志可以呢？结果因拢无出声。耶稣就硬着目睭啦，看到周围的因忧愁因的心狂野就对迄人讲：伸出手来，甲手一伸手就复原啦。可见小时代主要所借着真理呢，就互人得到真正的自由。律法之下的人呢，伫享受恩典之下的福气啦。所以今日基督徒明白真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大能，感念天父爱临咱这世间人，而且精心的
造作又搁为着世间人备办了身心休困的安息日，会当互真神的后生查某囝伫神所祝福的安息圣日，享受属灵崇拜聚会。所以虔诚的基督徒应当以平安喜乐的心来纪念这个圣日。希伯来书第2章14节、15节里面记载，儿女既然当有血肉之体，所以也照样亲自血肉之体。特别要借着死败坏迄个将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投放遐一生因着惊死做奴仆的人。所以今日恶世人拍伫咧恶者的手中的世间人，受到这个魔鬼辖制捆绑总是主要说伊是一个会救因要拯救的因脱离这个恶者的这个枷锁的这个罪恶重担。所以主要所讲既然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来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这记载伫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以安息日，咱思想着主要所救恩，感念着耶稣舍命大疼大爱，互咱今日会当望着神的拣选，得主救赎，享受安息日的平安甲喜乐。咱第3段，咱来查考讲，望来世天国永远的安息。这个亲人摩西伊祈祷讲我一生日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是中间所会当金瓜呢，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真空啦。咱敢亲像飞离去啦。会记哩，这是记载伫诗篇90篇的第10节互咱会当对咱人生一目了然原来呢咱人生的真相就是劳苦愁烦、短暂虚空嘛然而呢，自从入了真神，领受耶稣福音接受这个赦罪洗礼了对这个苦难的人生就不再只是讲消极无希望啦。因为主要说已经为了咱人类舍了性命伫十字架顶，咱也倚靠着伊的宝血洗净咱的罪，而且呢，伫真耶稣教会内底的人拢会当求到宝贵的圣灵，有了这个进天国享受永生的凭据啦。互咱对于来生的福气呢，充满了望所以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咧讲，咱若是靠着基督，只是今生有指望，就算比这众人更加可怜啦。哥林多后书第4章的16、19节，保罗嘛佫讲啦，所以咱毋好丧胆，外体虽然毁坏，但咱内心却一天新过一天。咱这至渐至轻的苦楚，为了要互咱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毋是顾念迄所看得到的，咱是顾念迄看袂到的因为所看得到的是暂时的，所看袂到的是永远的。所以有一天呢，当咱安息日天家的时阵咱就会当享受迄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今日呢咱在地面上享受这个神所赐安息圣日，咱内心的望这个天国的永远的这个荣耀。既然修这个道，行这个道，爱神爱人，而且会当得救的这个真信徒呢拢有这个好哩无比活泼的望。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第9节到11节才就安尼讲安尼看起来，的确另外一个安息日安息，为着真神的子民尊老。因为迄个进入安息，咱是休了家己的工，才像真神休了伊一切的工同款。所以咱一定爱极力进入迄个安息，免得有一寡人有迄个无信众的人会样就跋倒所以基督徒追求就是讲另外一个安息日安息，就是迄个来世天国永远的安息，也就是主要所伫天顶为了咱所备办迄更较水的家乡。愿咱来纪念安息日守做圣日，在地享受安息圣日，爱当望着主要所保守，在地如天将来呢做伙来享受永生的福乐。最后佫再来祝福这个基本信仰的第8条，信安息日信安息日就是星期六，为真神祝福的圣日，但爱伫恩典之下纪念创造甲救赎的因，
并且毋忘来世永远安息来遵守的。好，咱今日话绵牛先甲咱来讨论到这吼，咱小等来进行彩色人生这个感恩见证的分享单元。感谢你继续来收听。洗净我罪，安息生日。